Now News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君硕。那今天呢，很高兴来跟各位大家谈一下，就是目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两会。那所谓的两会呢，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确切知道它的定义，它就是指人民代表大会跟政治协商会议。那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呢，是中共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他们会在这个会里面呢，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然后遇到政府换届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针对政府提名的人选，比如说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进行同意。那甚至呢，他们也有权利制定法律。所以说，它在形式上跟一般民主国家的民意机关立法院呢是非常类似的。只是这样的人大代表，他们选出的方式呢，也是透过下一级的人大代表，他选的方式呢，并不是透过公开的民主选举，所以说是可以让中共可以操控的。那另外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呢，是中共之外由中共核准的大概快10个民主党派的代表，还有中共选定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请他们一起来开会，针对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施政也提出建议，也就是让一般民众觉得他们的民意也有在，就他们是共产党之外的意见也有被听到。所以说呢，虽然这两会的每年的召开呢，对中共实质的政治的议程还有它的权力分配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不过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会看得出来，中共想要透过这两会对人民还有对全世界传达什么讯息，可以从里面看得出他们想要去工作的重点。当然他们在两会正式开始前，他们都会等于是做一些前菜什么叫前菜呢？就是先帮自己造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特别的就是中共忽然在上礼拜呢，高调纪念他们一个短暂在毛泽东跟邓小平之间的过渡领导人，叫华国锋的100岁诞辰。他偏偏选在两会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华国锋是毛主席签顶的接班人，而他其实没有能力也没有魅力，他唯一靠的方法就是说要紧追毛主席的路线，所以他唯一能被人留下想到一句话叫2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成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的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而且，华国锋他除了纠正一些四人帮时期极左的政策之外呢，他还是继续搞所谓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如果华国锋继续在位，他会请中共长期掌控计划经济的元老陈云，也就是说，中共经济是鸟笼经济，因为他一放就会飞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关在鸟笼里。其实呢，习近平高调的去纪念华国锋，就是要暗示他的政敌跟全国，他也要往计划经济的方向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呢，顺便也在提醒大家，就说大家要像当初华国锋讲的，对毛主席始终不渝的崇拜拥护一样来崇拜他个人。那第二呢，就是中共宣称他们已经完成了扶贫的目标，就是已经扫除了贫穷，所以国务院的扶贫办呢也撤销了，变成国家乡村复兴办。OK， 但是实际上呢，根据世界银行驻中国局的局长说呢，他们定的标准太低了，所以大部分人都超过这条线。他认为在中国比较合理的贫穷线是你一天的收入不到5.5美金。他说，如果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共境内大概还有13%的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面子工程。那这就是中共准备的对内前菜。对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228的时候，他对香港又强迫47个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的民主派人士到法院去去应讯，而且呢，还没审判前就把他们很多人先收押，然后同时呢，对台湾也祭出这个禁售凤梨的贸易战呢，来展现他的铁腕，这都是他的前菜。那到底两会这2天最令人关注的焦点的主菜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大家在关注他会不会宣布今年的这个 GDP 成长的目标区，因为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呢，全世界都衰退，中共那时候也还没有控制住疫情，所以他们去年第一次没有宣布。会不会回到这个路线呢？是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他可能会在明年中共党内的20大上呢，宣布自己会变成一个终身制的领导者，所以他一定要拿出一些政绩，端出一些牛肉来。刚刚讲的扶贫只是其中之一，他会不会再提出一个很高的这个 GDP 成长的目标呢？来做到超英赶美，就证明中国真的在他领导下变富变强呢？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会上呢，他们会去认可中共去年党内的
内部的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就是“14·5”规划，因为中共每5年都会有一个国家发展的规划，然后这个全名叫“14·5”规划跟2035愿景。那其实呢，这两个东西去年的挑重点就是第一，未来经济发展要靠内循环跟外循环，内循环也就是内需市场；第二就是要强调技术自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向呢？就是因为川普在任期最后对中共所实行的这种科技封锁，还有2年多来的关税战，已经让中共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习近平算是被迫回应。那所以说，他这次要正式的让号称代表民意的机关认可他的方向，也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他开始宣扬高调的纪念华国锋来当做一个对照。所以说呢，我刚刚讲的这些点呢，就是今年大家可以注意，等两会的新闻出来后，大家可以听听看，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是不是有提到这些具体的事情。那最后重点就是，现在准备是疫情之后各国开始复苏，重新开始竞争的时代。那习近平呢，一方面要端出牛肉让人民相信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他做到死的领导人，但是欧美各国甚至东南亚各国也对中共的崛起开始张牙舞爪，还感到疑虑。所以习近平能不能成功的走过这条钢索，说服国内，也让国外对他疑虑减少呢？这是他很大的挑战。那这2天的两会就是一个他试水温的起点，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谢谢大家。